第二集。我心我路上济，世间情人一杯，空中飞鸟今时自下，无路一大村名。家水草无青青，芳花结枝几水，日光照来，阳风吹来，空气大热啊！第三集，咱来用塔地后来请挂心鹅肉上帝，天下本对一家，虽然歹代暂时唱行，公义稳当得胜，胜国临到地上，哪准伫天一样？天下到尾合做一家。荣光归伫上帝。好，这是请咱过来献到信息581首，信息581首，嘛是真实的信息。要毋讲，等下来试看觅，看咱对诗歌吼，迄押韵敢有足敏感无？恁等下就知我咧讲啥吼。咱先来唱第一集。一个音乐吼，好，准备好，等下试看觅哦。对迄押韵敢有足敏感的，提起第二组的时阵，好，预备来。求主耶稣万好本愿，困求阿罗听称赞，主事恩惠被我听见，大声今时来赞美，热心好路拢一天，好爱声音透天地。上帝听他恩惠极大，应该感谢因所。有发现伫对吼，倒位好啦，咱来看一下。自sự恩惠未捌停止，所以大声敬诗来赞美，吼，可以吗？了解我在讲啥吼？为着押韵，所以迄天等下唱莫唱俄乐啦，爱唱赞美安尼好无？好，所以第三集直接用看的，先看一下，等下就直接来。咱做伙来探讨预备来，挂手恩爱结大结亲，绵甲日催别挂心，对答以后暂挂心静。为虾米？因为后壁是一心听主修改名，所以是心静。有看到无？吼，有吼。哦，就这两个所在啦。心静甲改名才会当押韵安尼。好，所以咱来唱第一集甲第三集，赞美哦，心静哦。好，来，第一个音就好。第一集来。求主耶稣万好本愿，困求阿罗听称赞，主事恩惠未捌停止，大声今时来赞美，热心好路拢无失定，好爱声音透天地。上帝听他恩惠极大，应该好这讲不煞。第三集，我受恩爱极大其实，每家日催别我心，对答以后赞我心志，一心听主修改变。你开始要好汉高改，日的光明的脚踩，困求
心声。这时，请咱安静心来准备在其些礼拜，请将你的手行落乖，无声音。各位兄弟平安。这是礼拜要来开始，请咱备办安静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就用全部的心、心神学落伊的性命，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请萨甲来唱圣诗，圣诗第18首，圣诗第18首，我心学落上帝。会众请。
无路伊大尊名，溪水草无清水，芳花价千金水，下明落来凉风吹来，讲起大仁爱。我心我路上帝，下本对一家。虽然歹代暂时中行，公义稳当地行。心高灵高地酒，那尊地自由。天高为下做一个，应更贵的上帝。这时，请咱由愿徛伫，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都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兄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这时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29篇，启应文第29篇。我来启，大家来应。因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追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煞到永远。请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疼叹的上帝，阮感谢学罗你，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互阮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感谢你赦免阮的罪，互阮诚做新创造的人，灵命得到更新。也因为你有无限的慈爱，互阮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丰盛的恩典。阮向你恳求，帮助阮有勇敢佮充满怜悯的心，诚做这世间的盐甲光。愿阮学习信靠你，
学习彼此相听，成做合你心意的器具。当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诚心敬拜学罗你，求你即时引带阮入伫你的圣殿。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这时，三角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5章第1节到第7节。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我来读。我为着我所亲爱的唱歌，唱一首有关伊的葡萄园的歌。我所亲爱的有一区葡萄园，伫一个肥水的山头。伊骨头将石头拢捡迄骹，然后种真侪上好的葡萄树。伊伫园内做一个守望台，阁挖一个拔葡萄的窟仔。伊期待会出产真侪好的葡萄，毋过所结的拢是歹的。耶路撒冷的住民甲犹太人啊，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中间主持公道。我着阁为着我的葡萄园做甚物？讲有甚物，我又做无够。我期待出产好葡萄，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的。我甲恁讲，我要安怎处理我的葡萄园？我要将园的篱笆拆起来，互伊受破坏。我要拆毁园的围墙，互伊受吞踏。我无要阁修剪，无要阁拖草，要互园荒废，互刺仔、杂草会发甲世界。我嘛要命令云无落雨伫遐。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以色列栽种的葡萄树是犹大的人民，伊所期待的是公平，毋过所看到的是杀人流血。伊所仰望的是公义，毋过只有听到人发冤枉。诗赞美，请圣歌队成做我意象。
顶多。即时，请台南神学院左大卫神学生，伊要分享的是最后的修剪。牧师还有各位长职，还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台南神学院的神学生，我是读大学圣书班的3年级，我叫杜大为。真欢喜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会当代表学校来到台湾教会甲大家分享信息大家三聚会也代表学校甲大家感谢，因为有恁关心带导，因为有恁听学校、听神学生互神学教育会当培养每一代的传道人，互传道人继续来牧养，继续为主做工。台南神学院咧经历三年的时间已经重新翻修古籍的教室。看一个，遮有好古籍的教室阁有礼拜堂，看到会当真正是足水的吼。伫今年已经完工伫神学院即个伫台南火车头边即个所在是真水，吼即个完工，互神学院即个美丽的模样来继续甲大家见面。若是有机会来到台南，邀请大家会当来到即个所在来行行，来看看，来看一个伫看100冬以前巴克利牧师是安怎开始培养第一代的传道人。即个所在，互每一个愿意献身互上主人来栽培，成做传道人。阮的学校，阮院长捌讲过，总是学校有真侪代志需要钱，但是即使神学院无人愿意来献身，安尼也是无彩。所以求主继续来兴起每一个愿意献身的兄弟姊妹，若是有好调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为伊来祈祷。来为伊来互伊来做决定的时阵有上帝的带领搁一摆大家来感谢，也请继续为着咱的学校台南神学院来代祷搁有奉献，做伙将荣耀归乎上帝伫分享信息以前，咱搁一摆来祈祷。天父的主，感谢你丰盛的主爱甲恩典。互阮会当伫主日来到你的圣殿，来相分享，来相敬拜你。求你的圣神就伫阮中间，互你的话浸入到阮内面，帮助阮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拢得到利益。感谢你，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相信有真侪人拢知影，建造这件代志讲起来是真简单，但是做起来是无简单。无可能认为是压一个水，压一个水，等于大汉，无可能。你阁需要看这个经济敢有发圆，发了圆了后，阁烦恼有风，还是有雨，有虫，还是有鸟仔来，甚至草仔比你的农作物阁较会晓生。最后等了开花结果子，阁面对有甜还是无甜，好看还是无好看的考验。我想大家是会当去想象这个过程是会复杂，也阁有辛苦。咱今日要来看的经文是伫一个葡萄园咧栽种的故事。对头来读过时阵，会当了解这是一首歌，是先知以赛亚为着伊亲爱上主所唱的歌。伊唱出上帝甲葡萄园的故事。歌内面有歌内面看到上帝的作为，会当看出伊是一个听的建造者。伊听的作为，看见伊是用听来开垦，用听包围，用希望来修成。若是伫一块肥佮水的土地，但是无整理过，也是爱付出真侪的体力，佮有时间来开垦。因为土地有可能有真侪石头，也是有草啊，佮有其他影响的物件。相信咱中间有做爸母的，伫厝内底有细汉囡仔时，会将
厝内底有威胁，啊，搁有也是有可能是有化学用品，啊，你会收起来，收到伫囡仔摕袂到的所在，因为咱拢希望囡仔伫安全的环境来大汉。上主嘛是安尼，伊耐心准备即个土地，伊带领伊的以色列百姓，伊甚至是用围篱甲石头将伊的葡萄园包围起来，避免有动物也是有人来破坏。但是上帝感觉这佫无够，伊要起一座楼，互伊会当甲即个葡萄园做伙，甲即个葡萄园伫咧，伊要保护即个葡萄园。最后，伊佫学即个酒窟，会当期待将未来结出的好的葡萄来食做，来做即个葡萄酒。上帝所做的一切，代表伊的应允甲目标。当以色列百姓准备咧进入到迦南地咧交战的时阵，上帝约书亚讲，唔通惊，唔通论，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上帝毋是叫因去交战，伊家己伫后壁来等因转来报告。上帝是应允一定甲以色列百姓同在，最后拍赢迦南人，进入到应允的土地。上帝建造葡萄园就亲像是伊的大事工，伊带领以色列百姓。各位听姊妹，毋知影恁感觉上帝伫你的生命做的大事工是啥物呢？我透过咱教会的周报，桃园教会的周报，有看到有查经班，阁有信用做周，阁有未来有可能有夏令营，有真侪大细细的事工，这个事工是会当帮助咱来到上帝面前，帮助咱会当搁较认捌上帝，帮助咱搁较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伫神学院的事工呢？神学院是栽培每一个愿意来成做主耶稣基督的传道师的所在。阮伫神学院的这三档这三档会研究着圣经，阁有神学，阁有教会的传统，还是台湾社会处境甲文化。我伫神学院这三档受到真侪课程的装备，有一节课叫做宗教学、宗教学。其中有一摆上课是牧师带领阮课程的学生来行出学校，用行路的方式来到街头看无同的宗教的庙，也是台湾这个土地本地文化。当我行伫这个庙也是路的时阵，我就开始观察，阁有思考，伫住伫台湾这个土地的人。是安怎样来选择这个信用？因的内心是带着什么心情，还是需要来敲吹这个平安？这是我第一摆搁较认捌台湾这个遮的迄个宗教文化，也帮助我，互我思考基督信仰伫这个土地的角色。阁有使命，所以神学院是会当帮助人思想上帝国甲地民州是安怎去实践的。说出伫神学院是会当学到真侪神学财目，但是这个财目毋是要要求其他人，也是攻击别人，应该是互家己谦卑来搁较合适，安怎来听上帝，安怎来听人，安怎去帮助其他人。咱若是领受有真侪丰盛的听，阁有上好的教育，阁有装备，毋是去帮助其他人，是去分享，毋是去分享上帝的听，是充满批评去攻击其他人，是互人绊倒，咱会变做甲以色列百姓同款的败坏。因为上帝用心栽种，期待收成时好的葡萄。但是收成时阵是歹葡萄，伫原文中的意思，这个歹葡萄是臭酸的，是袂当食的，嘛袂当做葡萄汁，
嘛袂当做葡萄酒。原本上帝所辛苦的工，拢变做无彩，毋茫变做空虚。伫以赛亚书第5章第3节，咱看见上帝的无奈。伊讲：我所亲爱讲，打耶路撒冷的居民甲犹大人啊，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中间主持公道。这所有听见的就是犹大人，因亲像陪审团共款，先知用以赛亚这首歌，先知以赛亚用这首歌来互犹大人来审判家己。上帝希望犹大人是会当结出好的葡萄，希望因结出公平，希望因中间有公义。但是结出来是有老火，还有冤枉。伫以赛亚书第5章第8节到23节后壁，就是咱今日经文后壁，先知警告以色列将来会有6个灾祸，因为因自私消贪，规工啉酒，还有看轻先知，伊欺骗。也佮有骄傲、颠倒公义，这个行为是拢脱离上帝的诫命。头前所讲的歹葡萄，代表因败坏，因的沉沦，因颠倒公义。说出伫因是伫上肥佮水的好的环境，有上耐心的照顾，为因做上好的准备。但是以色列百姓也是甲世间其他人同款。这首上帝是听的上帝，但是伊也是公义的上帝。伊要审判以色列百姓。伊写讲，上帝决定要放杀这块葡萄园，伊要拆掉所有保护的围篱，互葡萄园来互烧坏、破坏、凊彩互人踏。伊袂修剪，伊袂除草，伊嘛袂落雨伫因的顶面。互所有影响葡萄园的成长来伫因中间，就算这首歌，阁是伫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是还未发生的，但是伊伫犹太国的时阵，伊尽力将这个信息会当讲互因听。但是犹太人伊无咧信道，因无也无紧，因为伫犹太人中间只有歹的葡萄。照历史来看，以色列伫当时因咧享受的是丰盛，是世俗的方式。因的心一早就已经无迄个带领因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的上帝。因无满足，伊想要贪得全世界。有一位作家叫做杰夫戴尔。伊透过文字来还原一部电影，叫做《潜行者》。伊透过文字来还原电影的每一个动作。伊写作的时阵，发现到一个人的平常时的生活甲习惯，会显现出一个人伊上深的欲望。咱每一个行为，拢是对心内所听、所爱来做，所以咱需要时常来注意咱所听的。还有咱所看的，敢是对咱有好处？因为伫箴言第4章第13节，正讲要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平常时咱是家己食啥物，身体就有啥物。身体是会当显现出你平常时安怎来照顾家己。但是亲像咱的这个表象。其实是假的，无一定会当判断敢是正确的。就敢若亲就是怨妒，怨妒有时互正义所砍掉的。因为怨妒这感觉这无好，因为怨妒感觉迄无好，对一点仔小小的缺点，也是有一点仔的过失，结果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这毋是正义无好。是正义的背后的动机，毋是正义，是怨妒。当然，这毋是爱大家开始拢无爱讲，是咱应该搁较来了解，也是审查家己是毋是有因为怨妒来去论断。以色列百姓心中因充满真侪的歹葡萄，所以上帝放杀因，互巴比伦国来攻击。
真侪人受掠，最后灭亡。总是上帝审判伊的百姓，互伊继续听，但是伊继续听伊的百姓。上帝决定差派伊的囝耶稣来到咱人的中间，伊家己来正做葡萄树，邀请咱常常甲伊结连。伫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3节，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佫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夹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佫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耶稣就是迄丛葡萄树。而且上帝同款是种造甲修剪的，无结果子的伊加掉，结果子的伊同款修剪互清气，同款拢是修剪，煞有无共的结果。因为无结果子的就亲像烂去无效啊，未来要互淡掉。啊，结果子呢是爱修剪，互即个枝会当生佫较侪的果子。但是咱安尼，咱上帝要修剪什么？上帝要修剪咱什么？伫我生命的中间，上帝不断咧修剪我。我自细汉是伫教会大汉，但是我是一个非常避暑的人，毋敢甲其他人讲话，也毋敢甲牧师讲话，拢避伫个亲人后壁。当我较大汉时阵，说使有机会，互人邀请去唱歌、唱敬拜，但是我嘛是将我的麦克偷偷甲伊关掉，关掉来唱歌，来对嘴啦，来有声就好，其他人有声就好，因为我足惊的。安尼，我是为虾米避暑？我为虾米感觉见笑？因为我内面有自卑，我对家己无自信，我惊讲话讲毋对，我惊讲话讲毋对，互人笑。但是感谢主，有互我有机会会当服侍伊，透过服侍来修剪，透过教会即个厅的团契，互我有机会继续来为主来做工。所以透过服侍来修剪，是上帝亲自来修剪我的自卑，伊拄起我的自卑，来栽培我的勇敢。感谢主，因为上帝修剪。上帝改变，互我今仔日会当来徛伫遮，来甲大家分享信息。当我受到呼召时阵，我开始发热我的口才。但是上帝伫我咧祈祷的时阵，透过出埃及记中间呼召摩西的经文，搁一摆来修正，伊拄起我的惊吓，帮助我来会当入去新学院来读册。当我入去新学院读册的时阵，嘛是上帝继续来修正我，伊透过新学院来修正我过去的平淡，搁有凊彩的个性。因为开始要未来要来真做传道人，还需要来负责真侪的责任，所以上帝透过新学院真正栽培我未来要真做传道人的身份。咱基督徒需要常常互上帝来修正。可能等咱信主了后，感觉也是信主久了后，伫生活中的即个自我，搁坐伫宝座顶，不是上帝坐伫宝座顶，是自我，是家己来坐伫宝座顶，甚至是犹原将迄个个人伫世间的成就来看做的独一的目标，甚至是为着要成功来行歹路，为着家己的利益做出无公义的代志。那安尼，世俗已经信主洗礼了后，甲信主以前的价值观无啥差别。所以，咱基督徒需要时常来反省家己，兼有家己超过上帝。那安尼要怎样来修正呢？伫约翰福音15章第3节，耶稣讲：“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主耶稣讲的话，已经有清气的功能。因为伊的话是有能力，是有气力的，互咱明白伊的心意。因为当咱信了主，
宝座顶的只有上帝。伊讲的话就记伫咧圣经内面。圣经是上帝，佮有上帝修正，佮有栽培基督徒的源头，也是咱会当领受的营养。上帝话咧做工的时，咱就伫基督徒的生活中，甲见证结出果子。比如讲，主啊，我将我的家庭，我将我的工课来交托伫你，也是主啊，我刷落来要读的学校，刷落来要做的代志。我交托互你，因为主我愿意来互你修正。对啊，耶稣佮讲，伫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的，我嘛甲伊结连，为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葡萄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结出葡萄，这个葡萄毋是要带人信主，也是毋是想讲啊，我带人信主，有人受洗，安尼有结了果子，毋是这个果子，这个果子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所结出来的见证。所以，好的葡萄是需要你甲上帝的关系，咱透过耶稣的工课，搁一摆来显出天父的听，因为咱需要，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天父的听，咱愿意来互上帝修正的时阵，咱会当结出搁较侪的果子。愿咱愿意接受来修正，愿咱甲上帝的关系，透过伊的话，透过祈祷。互咱会当结出搁较侪果子，这果子是会当帮助搁较侪人来到上帝面前，来结出搁较侪果子。咱做伙来祈祷。向我的上帝，感谢你永远不变听，互阮会当伫你的葡萄园受你的照顾，受你的养饲，佮采取你的听。圣囝耶稣来到阮的中间，来成做葡萄树，互阮，因为阮是你所拣选的，互阮会当甲你结连，来结出搁较侪果子。也恳求你用你的话来修正我，互阮无生出歹葡萄，是结出上好的葡萄。互这上好的葡萄，伫阮这个世间会当来荣光主你的名，愿你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此时，请三个来吟圣诗，圣诗581首，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会将车起立。
会众请坐。这时奉献，请林富祥、尹立芳即事来示献。咱三个来祈祷。至诚的天父，阮满心感谢罗你，感谢你，予阮有这福分，阁是甲到第二来敬拜罗你。即时，阮奉献淡薄金钱，为主圣工所用，求你感纳，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台生，请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新书单的下面，我读一摆，请会众读两摆。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甚物。约翰福音19章50，请。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甚物。约翰福音15章50，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甚物。约翰福音15章50。接着，咱来看周报。周报的第1页，下周的施工的人员、团契聚会以及课程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周报的第2页，小组的聚会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
奉献若是有订单，请向办公室来更正。这边有要注意吼，伫3月2号上午10点，你若是有刷卡3000，因为你的姓名栏遐写着约定奉献吼，若是你是这个人吼，请甲办公室来联络，甲你的名甲办公室来讲，才会当立效。大家来看周报的第3页。本主日的消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欢迎卓大为新学生，来进度甲报告。为着台南新学为着台湾新学院的事工来关心大道奉献，即马请牧师来颁发奖学金。今仔日吴牧师嘛为着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来去南崁教会来请安报告，也为着这个代志来代祷。主日的消息，行政部会伫中昼12点7控仪式来召开，请部员来出席。吴佩慈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伫下礼拜下晡3点伫4楼礼拜堂来举行，请本会会友一定要来出席，并为着这个代志顺利来代祷。教会消息，搁偌济联合，搁有了外礼拜，今仔日开始报名吼，到4月初6，这联合礼拜的时间是4月20伫中原大学，迄日伫东门国小来集合。煞只来到中原大学参加这个礼拜甲圣餐，中昼会伫餐厅来自餐，介绍新朋友。下晡会到青浦遮来踏青参观。即届是一个人吼是250块，国小以下无要收费。若是你迄日是家己开车，会当停伫中原大学。一届100块，爱甲收费讲是参加联合礼拜。第2点吼，中职同工的训练，阁有信徒的做酒会，找社工阿免。即届会伫3月29拜六下晡早起甲下晡伫通教会吼，伫教会。讲员是蔡明伟牧师，这嘛邀请吼。咱中职同工，阁有全部的会友吼，三角来造就啦吼。若是你要参加，咱4楼的外口公布栏吼，会当来登记，免费哦，免费。安尼较好来准备这个讲义甲便当。大楼管理委员会来公告，咱地下室2楼吼有几台无咧使用的脚踏车。教会即马要来整理这个环境吼，请会友伫3月30进前，甲伊刷走。过3月30以后吼，教会统一来处理。吼，请这大家来注意。第2点吼，教会来聘请清洁的人员。若是你是有这个意愿的，请将你的表交予王浩杰丢落。教界消息，成德中会双年施工部北部的讲座，即届是3月20上午，地点嘛是伫同教会。即届的讲师是总统府资政姚嘉文先生，讲题是从民主艰辛路程谈基督信仰的实践。报名费是一人100块，毋过吼无限你是双年才会当参加啦吼，中昼嘛有爱餐。若是你要报名向双联团契的快加
曾月凤姊妹来报名。这到其他的新德中会嘛有一寡中级当间的训练课程吼，若是你有时间，欢迎踊跃去来参加。哦，这时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吼，头拄啊吼拍婆啊无够真济吼，咱搁一遍拍婆啊来多谢咱倒台卫生学生来到咱中间。我偷偷问这台语名要安怎读？搁有一位新来朋友是吴慧清姐妹，请起立。拍婆啊！真济，歹势啦，这无问我就毋知这台语名要安怎读吼，所以只好用华语来介绍吼。然后，因为咱若是看这周报会发现，最近教会活动真多吼，所以咱来复习一下，来整理一下吼，然后好好邀请一下。3月20，这个拜四，什么活动？有，上年部的讲座伫对，咱教会。所以有报名孩子一定要来，啊未报名想要来的紧报名，安尼好。接续礼拜日下晡呢，乌派族牧师就任，我每一摆用台语读我的名，拢会笑一个，足趣味吼。好，所以欢迎咱兄弟嘛做伙来参与。然后接续什么活动？3月29，拜六，什么活动？做写讲阿门，吼，就是训练会，嘛是爱报名。啊，搁一个要报名，4月要发生的是什么活动？4月20，野外礼拜，迄天真特别吼。咱今年野外礼拜刷到顶半年，因为下半年咱有教会140周年的有音乐会，有纪念的礼拜安尼，所以野外礼拜就刷到4月20。即届口仔开始互人报名，所以今日就让进来写一个，吼。然后即个联合礼拜是啥？有10几间，有咱新德中会、客家宣教中会、甲喜美中会的兄弟做伙来参与的联合圣餐礼拜早起时，所以咱会做伙坐游览车来去到中原大学遐，然后中昼做伙食饭，啊先广告一下。吼，因为咱有去场刊有一寡中职，咱做伙来去吼。后来有选吴牧师甲我来做主持人。这边拍婆啊！我讲这个意思是啥？咱吼食饭的时啊，虽然食饭是上要紧的代志，也有讲你若是愿意表演，吼，咱有讲像吼小会员会出一个节目安尼。吼，听有吼，啊，即事嘛爱一个，好，所以咱兄弟想一个，你愿意唱诗歌分享，还是安怎的？啊，就来按我报名，无写伫这周报，要毋过咱会做即样代志。吼，若是拢无来报名，我就偷偷问讲，来，好，所以就是因为伫餐厅咱有一个完整的空间，所以就是对，一个完整的空间。吼，类似大包厢的概念，所以咱会当做伙伫遐有一寡分享，吼，所以无写，要么阁是要紧的，会当想一下，你若是愿意分享啥的，就当来报名，好。然后交通的部分，咱若是问春节老师就知吼，中原停车老师免钱啦，咱一般人去吼，1点钟是80块，吼。要毋过迄天你若是决定要家己洗车过的，停一届100块，听有吼？停一届，所以你入去甲伊讲我要参加即个礼拜的100块，驶出来，搁开入去，搁100块，吼。啊，前一天咱有一寡要排练的，特别是圣歌队的兄弟吼，甲咱着落要预演、圣餐或者是收奉献的，嘛是一届100块，所以咱会当小招吼，有特别甲因申请，咱若是为着参加即个活动的前一天的预演。甲迄天参与的，啊大车、细台车拢共款吼，所以若是有买家己洗车的报名表内底嘛写好清楚，要毋过就是迄个部分需要咱家己出钱，然后下晡安排的就是伫青浦青塘园，啊迄边有搭去好诚水的儿童美术馆。好，若是要去美术馆内底参观的，在18岁以下甲65岁以上的免钱。其他的人炸市民卡，
50箍，这嘛咱家己出。好，所以迄个行政的部分，请咱家己当想一下。我要参与这无？你若是要去看美术馆，你若是65岁以上、18岁以下的免钱，安尼好。所以真侪活动，20、23、29、4月20，邀请咱下当陪伴新咱做伙来参与。恭迎祝贺蔡肯，信息395首，信息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我将车起立。七星的悲观感谢你，主的隐藏高丽萨平，信赖最后的力情，的主不会大地随情。管理所有光亮群里，只关心爱给好给情，也自因爱最后我有隐藏当老灵魂的救。关的是所求主属好，困苦的人所以快乐，星星在高光当飘，眼睛鼓起因歌里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心神感动，因带甲咱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因世代无尽。阿门。弦乐力道。
甲身躯边的人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